若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没有以父神的身份陪伴元气长大。娘亲，父神送我的黑曜石手链突然裂开了，可不是元气玩坏的。你叫白绝什么？父神？若是娘亲还在生他的气，那我不认他便是。把手链给我看看。只说回来的时候会给元起带点神兵利器。还有呢？父神还提到了景剑哥哥和凤然姐姐。他说，若是能为心爱之人为苍生而死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元起听着也不是特别明白。元起，朝冤灵沼泽的方向，给你父神磕一个头。若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没有以父神的身份陪伴元气长大。希望他懂事后能够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理解我觉醒后做的每一个选择。